在，海陆向热川期占日润。我咩特别是老我都讲，今晚假人士气不中毒，有个阿婆无卡三台，见趋势现在，这是非常没很容易的事情。其子孙满堂，是到当场受，有日即是爆热。心急地强，三伏万河，渡汤下高一年，错到涨涨。老全家人很减来，有老大家讲几少年度嘞，几爱转嘞，吩咐大家莫操机，莫叫，莫听通知。3日3日過後，長老基打下天內下年來，講述就個性體咧，特別嘅禮俗，因個性了後，愛聽到湯下天內年，選擇兩時長入念，該阿婆個性了後，貴則湯下。都皮得多像炭香讓香香嘅味道，3日3日過後，將大下體內下定能入念，該阿婆個性完善了後，家進口唔係繼續實在，再就咁樣破體咧。